即係上下半場各一球啊！咁啊，上半場嘅28分鐘，咁啊，法比奧達斯華咧喺門前咧報個靚位，啱好俾佢咧射到今季第2個入球。咁啊，呢個攻勢都係嚟自兩兄弟咧，就係包辦㗎。首先就係法比奧俾翻拉菲爾啦，咁拉菲爾就俾翻法比奧喎，跟住俾老大哥朗尼咧斬個遠處，俾咧就係小豆咧一頂，咁啊艾蒙尼亞咧甩手，俾咧法比奧咧係射。咁啊，下半場咧就係其實出嚟冇幾耐啫，曼聯就攞到第2個入球啦。咁啊，呢球波咧其實朗尼最終入波，但係好幾次其實都關靴納迪斯事㗎。咁啊，呢個波所失啦，咁亦都係見到咧喺阿仙奴嘅中堅方面走漏咗咧小豆之際啦，咁啊艾蒙尼亞有少少漫不經心啊，咁啊最終係構成2-0嘅局面添噃。咁啊，曼聯呢就係憑住呢2個入波啦，咁啊係紀錄性啦，第27次啊，咁啊躋身呢就係英格蘭足總杯嘅4強啊，咁亦都係會入溫布萊啦。咁啊，即係話咧已經有保頓同埋曼聯啦係率先咧入咗今屆嘅4強賽事。嗱，頭先呢場波咧就見到法比奧同朗尼入波啦，咁啊其實我哋亦都話雲達沙打得好好啦，咁啊但係其實靴蘭迪斯其實喺好多次曼聯嘅攻勢裏頭咧，見到佢都係有份參與，佢係令到對方嘅防線呢係出現咗一啲亂嘅狀況啊。係啊，咁由於佢咧喺今場波咧就喺箭頭咧就佢個走動非常之多，佢令到咧就阿仙奴嘅後防咧真係即係唔知睇得邊個，因為再加上兩兄弟達斯華咧喺左右側擊咧都做到咧都幾凌厲㗎嚇，咁令到咧阿仙奴咧個後防方面咧有啲係鬆散，咁以至咧喺上下半場咧俾曼聯攻入一球咧大局已定。嗱，選最佳球員嘅話，高超係咪仍然係心水都係雲達沙咧？絕對同意啦，咁啊雲達沙其實今日嘅表現咧喺曼聯嚟講真係一夫當關㗎。咁啊雖則話維迪出咗嚟之後，咁啊復出之後啦，咁啊穩定防線啦，但係亦都見到阿仙奴攞咗好多嘅直接埋門嘅機會而威脅到雲達沙，但係一咧都俾佢拒諸門外。咁啊另外一點啦，阿仙奴今日咧喺落後嘅情況之下，冇好好利用球場嘅闊度咧去做多啲嘅